诈骗案件千变万化，抓袂了。桃园市刑事警察局的 AI 顺风系统升级，分析地理位置甲时间等等，显示这车手上届接出现的所在，互警方抓诈骗较有效率。 民众无正常领钱，柜台人员常常是阻止诈骗的第一线。敢若桃园邮局第3季阻止诈骗到726件，金额够4亿946万这么多。遇到投资养套杀的客户啊，他会跟我们拍桌子，会说我们挡他的财路。可是呢，每一次当警察来的时候，看到警察在身制服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冷静下来。 高局警政署105打查仪表办的统计，对114年1月到9月，桃园市警察局拢总查到诈骗集团265件，嫌犯2135个人，查到诈欺车手1268件，嫌犯有1496个人，其中9月受理诈欺案件拢总有1644件，财损的金额有7亿6980多万，和8月比是减1亿1274万外。面对诈骗案件一直拢遮尔多，桃园市刑事警察大队是推出 AI 顺风系统佮升级，是全国第一个创车手提领热点示警功能，要用这新的功能，互诈骗走袂离。那这个事情结合我们的警车的系统，在一个车手最容易提领的地方里面，我们可以精准打击。那除了提醒同仁在执行的重点之外， 这些资料我们也可以把它整理做分析。车手提领热点的警告，除了是针对管区内诈欺车手真接去领钱的热点，嘛会对地理位、交通的特性，下面确定去领钱的时段等面向做深度的分析。邢代表示讲，车手会下区来提领，透过分析嘛会当找到有可能提领的对象，引进 AI 顺风系统，办案效率提高80%，加速打击犯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